菜比肉貴不再是玩笑，而是當下菜市場的真實現狀。今年4月份，生豬價格跌至8年新低，外3元生豬低至8.8元每公斤，一斤才4.4元，無數養豬戶虧到心碎。近一周豬價雖有小幅反彈，卻根本扭轉不了低迷大勢。人人熟悉的豬期，這一次徹底反常，磨底時間超長，價格跌幅極深，產能去化難度拉滿，全都刷新歷史紀錄。行業平均養殖成本13元每公斤，就連成本控制最優的龍頭牧原，成本也在12元每公斤。全行業已經陷入全面深度虧損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去年行業期待的產能去化並未如期發生。牧原去年出欄近7800萬頭，還給出2026年7500萬至8100萬頭的出欄指引。機構預測今年豬價大概率低於預期，全年均價難超12元每公斤。即便下半年調整能繁母豬數量，也難現明顯拐點。更深刻的變化在於，養豬業已告別過去20年的大起大落，買入微利、內卷、成本效率為王的新階段。育種技術與 AI 智慧化的應用，讓成本絞殺、規模競爭成為常態。以前養豬是躺賺，現在養豬是硬剛，內卷到極致，成本沒壓下去，心態先崩了。誰能笑到最後還真不好說。